民政局局长还有台南市长的夫人。台南市议员张世宪先生，骑马炮，明媚水骑马炮，黄马有神马，有骑上骑的，也有背上有放王令的王令。好像有3位头人骑马的，看见这个，另外有放王令的，棕色马一匹，还有黑马的一匹，都有背着王令的。有没有黑色马的？这一匹也是背着王令。背着王令的是神马，让头人骑的是王马，有驮着王令的叫做神马，有棕色的，有白色，有黑色的，白色的。让头人骑的王马，骑马炮骑马炮一放有一匹马被吓到，要有主人牵着。民政局长市长的夫人